父女戀緋聞升溫，陳凱琳讚鄭嘉穎係好男仔啊！一個係富家女港姐，一個係鑽石王老五。有一日，陳凱琳上咗鄭嘉穎嘅屋企哦，之後借咗啲碟嚟睇，從此佢哋兩個就過住被傳父女戀嘅生活啦。不過呢啲情況否認是常識啦。但係女方就表明年齡並唔係一個問題噃，最緊要係咩呢？有 feel 溝通到咁話。至於嘉穎呢，對呢段感情都有保留發展嘅空間噶。好似上個月中啫嘛，佢哋兩個被安排去荷蘭為新劇拍外景，期間阿 Grace 就俾人話離群喎。嗱，佢口口聲聲話翻房背稿噶，但係原來靜雞去咗探班，又有意無意等阿嘉穎收工喎。咁樣主動大獻殷勤法咪搞到班幕後嘅工作人員都覺得好好奇咯。不過尋日阿 Grace 喺尖東出席活動嗰陣，被追問到父女戀緋聞再升溫呢件事，佢就話好多人對呢種新聞都有興趣嘅，但佢哋兩個只係朋友嚟㗎咋吓，唔使諗咁多咁話喎。仲話同阿嘉穎認識，覺得佢係一個幾好嘅男仔。佢好尊重嘉穎嘅工作態度，而且對人嘅態度都幾好添噶。哇，讚到出面啊！其實阿 Grace 仲俾人影過，等埋嘉穎先入閘噶喎。不過佢都有解釋噶，話佢哋係一班人，要影到佢哋兩個都冇辦法喎，陰公。